人生下半場梗係要健康㗎啦，健康先至係贏家嚟㗎嘛。邊度有問題就病向淺中醫咯。我嗰個痛咧就係肩周炎啦，咁啊都痛咗10幾年㗎啦，頸椎第5、第6節痛咯，咁可能一路扯到嗰個膊頭個肩膊咯，咁所以就影響咗個肩周炎嗰個痛楚咯。因為有時啊左邊，有時係去咗右邊膊頭，遞隻手都遞唔起，伸手啊拎嘢咧就麻煩啲咯，即係痛咯，舉起隻手，扯住個膊頭咯，一路扯住隻手指嗰啲咯，都擔心越嚟越嚴重㗎。初咪就係去按摩咯，都係唔得，咁咪去試下針灸咯，個功效唔係咁顯著咯。都試過去做正骨嘅，叫我去照 X 光咯，咁啊發現啲軟骨係薄咗咯。嚟之前咧我就咁樣舉到咁嘅水平嘅，做咗3、4次之後咧就可以高啲咯，做咗5、6次咧就可以舉到直度咯。阿李條師好細心，即係知道我邊度痛咧。佢會一路好仔細咁樣問，加強嗰度等我舒緩多啲咯。之前打羽毛球都痛㗎，而家就冇咯，冇痛。痛症少咗之後咧，個腦筋都輕鬆咗，快啲啊，諗嘢都快啲嘅。太太佢都有痛，叫佢哋過嚟試下，所以整咗5、6次就 OK 咗啦。保養身體係好緊要嘅，因為人點都係要健康身體先至可以維持到生活嘅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